不得了，驚唔驚？最佳編劇陳茂賢、鄭偉基，破地獄。陳茂賢、鄭偉基兩人首次入圍金像獎最佳編劇就成功奪獎。多謝金像獎嘅所有選民啦，咁啊佢哋喜歡破地獄，投佢俾破地獄啦。多謝我哋老闆楊受成博士啦。多謝，好多謝你喺一個咁艱難嘅時候開一部咁冷門嘅題材，都係相信我呢個劇本啦。好多謝我哋嘅監製邵英秋先生、邱生同埋陳星仁先生。多謝我有一班好義不容辭嘅團隊，有明哥，我哋嘅攝影指導，有姚漢文、李碧君，仲有我哋嘅宣傳大臣嘅 Parsons， 同埋我一班奮不顧身嘅演員，有文哥同埋黃子華先生。冇你哋嘅話，呢部戲拍唔到。咁呢一個戲係我人生比較差嘅時候寫。好多個晚上都係靠梁雍婷、朱柏康，你哋喺好多次嘅地獄度拉翻我翻嚟，好多謝你哋。仲有我呢個戰友，佢好多謝佢幫我一齊寫呢個劇本。最後我想多謝帶我入行嘅黃晶導演，同亦師亦友嘅谷德超導演喺邊啊？唔見咗。同埋教我寫劇本嘅晚節先生。最後我好想講，好多人都話一個演員一生只係等一個角色，但係作為一個編劇嚟講，一個角色一生都係等緊呢個演員。我好多謝衛詩雅小姐，佢願意當日聽到我一句説話嘅時候，佢練咗1年嘅破地獄，而最後都唔知係咪佢嘅。咁好多謝你，係啦，希望大家繼續支持香港電影，希望繼續寫香港電影，希望繼續拍香港電影。加長版仲做緊，大家支持下，唔該。多謝投票支持破地獄嘅同業。首先我想多謝咗我拍檔哈魯賢先。係哈魯賢，佢我同佢一齊都合作咗寫劇本好多年，咁但係唔係部部戲都開到，咁所以都必須多謝公司，多謝老闆，多謝 Jason， 多謝邱生。我多謝我嘅爸爸媽媽，多謝我女朋友 Stephanie， 多謝我哋呢部戲嘅子華文哥，多謝你哋喺接到個劇本嘅時候，唔知我哋兩個係乜水嘅時候，已經選擇信任我哋。多謝阿 Mi， 多謝阿康，多謝我哋所有演員，多謝我哋嘅幕後團隊，每一個人我冇辦法講晒你哋每一個人嘅名出嚟，唔好意思。多謝我哋嘅殯儀顧問阿廉，同埋南無嘅顧問梁師傅，佢哋喺我哋資料搜集嘅時候提供咗好多好寶貴嘅意見。另外，我好想多謝我個人生裏邊一啲伯樂，我想多謝葉偉信導演，多謝鄭寶翠導演，多謝第一次俾機會我做編劇嘅高一超導演，多謝柏林小姐。我知道我要進化，同埋我想
借呢個機會想講我哋呢個行業入邊有一班副導演，其實都會去創作嘅。今晚阿晴，我哋其中一個副導演，阿 Thomas， 何西，大家都被提名，我希望呢班人都會得到呢個行業嘅認。最後多謝呢部戲去睇呢部戲嘅觀眾，多謝你哋嘅支持同埋批評。無論如何，希望大家繼續入場睇香港電影，繼續討論香港電影。多謝。其實宋夢都係仲做緊嘅，老婆啊，我咁講唔知你信唔信啦。曾經我都企喺度攞過獎嘅。咦 ，Doctor Man 喎？哦，嗰個劉俊謙嚟得咁醜樣嘅真人。走啦，借票啦！借票又借票。